Hello，大家好啊！今日係2026年2月20號，農曆新年大年初四。我係 Anna， 去咗青衣城試呢間新開嘅68蚊日式沙煲沙煲套餐。祝大家新年快樂，身體健康！請大家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記得 subscribe 我 channel 啊 ！Let's go！ 今日去嘅就係位於青衣城3樓呢間新開嘅一人一鍋餐廳。餐廳細細間，但係都好爆場。每次 order 嘅牛肉都係師傅即切嘅，好新鮮。台面有新推介168嘅和黃套餐，加18蚊有濃厚意大利番茄湯，送馬蘇里拉芝士。醬油只得4款，有麻辣豉油、胡麻醬同柚子醋，都係用 QR code 落單嘅，用餐時間就90分鐘。今日叫咗佢68蚊嘅牛五花套餐，揀咗呢個君寶出汁淡而無味。牛五花都新鮮嘅，但係好肥，浸配咗野菜、白飯同植物。涼麵芝麻菠菜醬汁好淡，冇乜味，好一般。牛五花肉質就比較肥，但係都切得薄嘅，淥落去滾湯嗰度都好快熟，都好腍滑嘅。但係牛味就唔算太濃。肉本身係完全冇味嘅，肉汁又唔多，所以就一定要點埋醬油嚟食。但係醬油嘅味道又唔算太出色，好一般，係比較平凡咗啲。呢個 lettuce 野菜成盒有紅菜頭、冬菇都好爽滑，同埋厚肉，鮮甜嘅。紅菜頭味道都唔錯，幾新鮮，幾甜味。紅蘿蔔君寶同埋粟米增加咗湯嘅甜味。野菜成盒係有娃娃菜、油麥菜同埋生菜，都幾新鮮甜味，係以蔬菜作為終結。日本米嘅白飯都幾軟糯，連埋加一74個8都可以接受。今日分享係咁多啦，多謝大家收睇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